開始。大家好，我係3班班嘅13號梁日東。我今日要介紹超級市場嘅優點同埋缺點。1、超級市場又有冷氣同埋環境又乾淨又舒服。超級市場有好多選擇，有好多好豐富，同埋寫得牌子好清楚。我哋一齊去買一個牛奶試下。呢度佢話3.6嘅報籤，係日本嘅，好好飲㗎。幾錢咧？飲佢幾錢？飲唔住幾錢？超級市場講。又方便又好簡單支付，又可以電子支付，可以揀你點買。Thank you。我而家講超級市場嘅缺點。1、超級市場經常價錢比較高。2、超級市場